大家好，我是颜如晶，在《时光代理人》里面饰演张雪婷。上个月绩效你什么呀 ？C。那不是你。那不是什么？张雪婷这个角色是一个比较普通的上班族，然后呢勤勤恳恳的，然后在为自己的业绩啊，然后为自己的工作在打拼，反映一部分的上班族的缩影，把他们职场上会经历的各种的事情浓缩在雪婷的这个角色上面了。张雪婷，来一下洽谈间。但这个戏不是你让我扛的吗？你说这只是走个形式，每个人轮流的呀。周边会有很多声音说，哦，我们可能要学习怎么包容啊，学习怎么隐忍啊。所以雪婷一开始的时候，其实她的态度也是不知所措的。听不懂人话是吧？啊，还是我给脸不要脸，动不动就权利自由。我是老板，你是打工的，你的权利是我给的。但我觉得到最后，她站出来，我没有违反公司任何的规章制度。包括他拍视频出来的那个态度，都是现代年轻人比较就是懂得会维护自己的权益的那种态度。所以我觉得雪婷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给大家的一些勇气吧，然后知道我们都不是唯一的受害者。这种事件只要被曝光了，它是有解决方案的。你没看新闻吧？你那老板抓起来了。懂得保护自己，会有好的结果。